早安，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5月18日，星期一。他是你的生命，申命記30章20節。問題：那些聽從摩西、大衛和約翰等古代忠僕的智慧勸告的人，會得到哪些祝福？雖然摩西、大衛和約翰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與我們截然不同，但我們與他們有最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敬拜獨一的真神。當我們分析他們的屬靈生活時，會發現我們與他們有許多共同點。我們擁有同樣的信仰和同樣的目標，像這些古代人物一樣，我們向耶和華上帝敞開心扉，向他禱告，完全信賴他，並尋求他的話語的指引，做出正確的決定。我們也和他們一樣確信，耶和華不會對我們的忠誠漠不關心，他會慷慨地祝福那些努力信服他的人。這些成熟僕人的臨別贈言和著作不僅是歷史記載，更是蘊含智慧和愛的寶貴遺產，旨在保護我們。因此，我們若聽從這些成熟僕人的智慧勸告，遵守耶和華上帝的誡命，就能確保人生獲得真正的成功。這不僅能使我們長壽，而且是永生。這些祝福也不僅僅存在於未來，今天我們就能體驗到取悅慈愛天父所帶來的巨大喜樂與平安。他是一位信守每一項承諾的上帝。事實上，他為忠心的僕人所預備的未來是如此美好，以至於我們現在的思維根本無法理解他已經為我們預備的祝福有多麼巨大。弗1章3章20。記住這些古人的榜樣，就能明白忠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會帶來無與倫比的獎賞。今天你為親近耶和華上帝、遵行他的指引所做的每一份努力，都會令他喜悅。請繼續滿懷信心地前行，因為你的付出絕不會白費。未來等待你的祝福將遠比我們今天所見的更加美好。祝你明天一切順利，有美好的一天。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此致。